爱的朋友，很高兴又在台南爱塔这里头我们相见了。今天我要带大家来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大家以为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美学馆吗？艺术馆吗？还是一个高级的咖啡厅呢 ？No， 都不是。2021年1月2号的时候，它开幕了，让许多台南市人都非常的 surprise。这是我们的台南新总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其实非常的美丽。有人这样说：如果你在手上放了一朵花，你会拥有一个花园；如果你手上放了图书馆，你可以拥有全世界。没有问题，我就带各位呢走进这个让人人羡慕的台南市立新总图书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书馆有哪些让人非常惊奇的东西呢？还有，我们也请我们台南市文化局叶哲山局长以达人带路，来告诉我们新图书馆有什么让人很惊艳又值得骄傲的地方哦。请跟着我来吧。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台南爱塔车的朋友，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您看美轮美奂的地方。我们中国古书有讲说，读书之乐，乐何如？势必图书中有我。没有错，这就是我们台南的新总图书馆，非常的美丽而让人惊艳。这个图书馆呢，它从建成到现在，其实呢是由许多人默默努力而成。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总图书馆呢，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台南的，也应该说从擘画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总馆呢已经开幕之后，一直亲力亲为也参与其事的我们的文化局的叶哲山叶局长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图书馆。叶局长好。米霞老师，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局长，您看哈，这个众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终于在1月2号开幕了。其实很多人呢进来之后发现，它真的很像是一个美学馆、艺术馆、咖啡馆，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想说图书馆可以美到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想说这个图书馆这么特别，在台南矗立了，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的局长跟我们聊一下这座图书馆的新建它的严格呢？是，美霞老师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其实1月2号开幕之后，其实我们得到很多的支持跟鼓励，对，大家都是按赞，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对，那我想我们第一个目的已经达成了。那其实诚如刚刚美霞老师所提到的，其实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漫长啊。那其实有很多的人，大家共同的努力。对，那县市合并之后，其实我们就发现说，哇，我们在台南公园的图书馆，其实空间已经渐渐的不足，而且它的功能性也因为受限于空间的有限，所以没办法做更多元的服务。对，所以就开始筹划所谓的新的总馆。了解。所以当时候的市长是赖清德副总统，所以他也非常关切这一件事情。对，所以书香大台南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政见。对，包括现在的黄伟哲市长也认为书香大台南是这一个文化首都应该积极去推动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新总馆是应该要新建的。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这一个新总馆。对。所以8年来，我们前面4年开始做相关的可行性的评估，是。那包括我们的选址，那一直到选址选到这一个炮校，对在我们的永康区，对，然后辐射出去，可以大概涵盖将近100万的市民，大家可以来享用这样子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资源，所以就落脚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它未来的一个功能性。我们锁定的，它不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图书馆的功能，对，它是一个具有未来前瞻性的一个图书馆。所以其实今年图书馆它在这边开幕有蛮特别，是因为它是过去的图书馆累积的100年，大家对于书啊、文化以及书香喜爱之后，再重新开始。其实也可以预期未来这个馆会为台南再创造另外一个100年很多的一个荣景啊。所以我想请我们的局长跟我们聊一下，那这个图书馆当时在建的时候，它的设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特色吗？是的，这个图书馆其实是用国际竞图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格来做招标的。对，所以当时候总共有17家的建筑事务所跨国合作，大家共同来提案，了解，来竞图。所以其实是在很多的竞图当中，参与的数量是非常的多的哦。因为我们的金额
大概是18亿多，对，也不是非常非常的高。了解。对，但是竟然有这么多的人来参与竞图，所以这是给这个图书馆，未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景在。对。那我们选了这一个是张马龙跟这个荷兰的马卡诺的事务所共同来得标的设计。所以也就是它是一个荷兰的设计，但事实上我们国内也有合作的一个设计公司，对的。所以呢，因此我觉得大家一进来对这整个图书馆其实非常非常惊艳嘞。那就像您在看啊，我就觉得来这个图书馆感觉真不像图书馆，这像是一个很优质的一个美术馆，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个设计啊，不管是氛围啊，或是它的线条，都带给人其实很大的感动哦。那尤其是光影，对不对？这栋建筑感觉起来非常的典雅，对，就很适合台南的味道。我们很多朋友来了，告诉我说，这栋建筑的感觉是，你乍看之下它不夸张，但是咱台南人想该讲看你3当5当的亲缘呐，这个感觉就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整个图书馆感觉是有那么样的一个进来之后就有一份的舒适感，难怪第一个就博得大家的喜爱。是。那我们在图书馆里面有没有特别的哪些的亮点是局长要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的呢？其实它的亮点从外到内其实都有很多的亮点。对。外观看，有人说它像是一棵大树。对。那有人说它好像是一顶学士帽，因为它是一个上宽下窄，对啊，像一个学士帽。对，我说都对。对，外观它整个是用我们台南的老房子的花格窗、铁窗花，所装点起来的。对，所以它也特别有味道，包括刚刚美霞老师说的。它整个光影会随着太阳的位置的不一样，所以走在不同的楼层、不同的时间，你会发现呢，你不管在外面是里面，尤其是里面很多人在那边读书的地方，你走过一个一个，真的好像可以踩个光影来散步数着时间的感觉真的很好。是的。刚局长讲它的造型我就发现它的造型很特别，是它很像是一个树啊，或是帽子一样，敢掉我刚才这种感觉就温暖的啦。对。那其实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图书馆呢，我们一进来之后会感到很骄傲的一点是说，其实它有很多有关智慧科技的一些，我觉得创意的亮点。那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对，在整个空间里面，其实我们说它是一个智慧型的图书馆。对，所以在1楼大厅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自动的所谓的取书机。对。对，它可以容纳2560本。是，你可以在家里借书，那你在任何24小时的时间点，你就可以来这个地方来做取书。所以24小时取书嘛，对。很多小朋友那一天就看到说，那个机器会走路，那很大的取书机完全是透过一个透明的窗子，你就可以看得到，蛮有意思的。从来没有人发现原来那个作业的机器是长这样，是在给小朋友一个很好的教育，对不对？是，所以它里面有2个机器手背，对，在里面工作，帮大家做24小时的服务，举书服务。还有，其实大家最喜欢的是那个光触的那个触墙，对不对？是。那个墙面的设计当时是怎样的发想呢？就是说互动书墙的部分，对，是希望说大家可以随时去跟书来亲近、来互动。对，所以在那个书墙，其实它有很多的6大的一些功能。对，包括你可以去点阅，它有一些书的介绍。对，它有空间的介绍。对，就是你现在位置在哪里？你知道哪一楼哪里有哪些东西？是。所以你透过那一个电子墙，你就可以对整个馆有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你可以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在什么的位置等等。说真的，这个还蛮好。这个图书馆相对我们之前了解的旧馆来讲，它真的非常大。大到有些地方呢，有可能刚刚来的人初来乍到或者找不到地方，所以那个触的墙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好。另外一个是我发现，我们刚刚到4楼去的时候，觉得那个4楼其实它有很多的策展，那个策展区其实也完全是用那种科技智慧的方式，让我们去认识一个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台南的名人或是一些的作家，对不对？对。所以当时是怎样的设想？这个我们这个图书馆其实诚如刚刚美霞老师说的，它是一个美术馆，它也是一个博物馆。所以在里面4楼我们有我们的名人堂，会去介绍我们目前已经登录公告的217位的
对台南有贡献的这些各领域的这些名人，那去介绍他们，对这个城市有哪些的贡献。所以不管是用动画的呈现方式也好，或是用光影的方式去呈现也好，其实它有透过不同的这种科技的展示手法，让大家来认识对台南有贡献的这些名人。那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图书馆感觉上我们走了很多楼层，它事实上也有很多我觉得提供数位化学习的地方哈，还有包括研究室哈，特别有一个区是青少年，然后他们的一个不管他们的刊物啦或他们的研究室，我发现第一天就很多小朋友喜欢窝在那里。当时这个设想是想要做到怎么样的一个目的，或是说希望能够提供这样的平台呢？是。在我们图书馆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讨论室的空间。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馆长跟我们同仁长期以来在经营图书馆的过程当中，觉得青少年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他希望有一个私密的空间，对，然后大家去讨论学校的课业、主题课程也好等等。对。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设计当中，就有大大小小的这些所谓的讨论室，可以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那大家可以去作为他们讨论的一个空间。这个很好他们可以来租用这个空间，是不是？他们只要线上去登录就可以，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是属于你的使用的。因为现在英语108课纲太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让他们来做一些跨领域的学习跟互动的讨论，其实感觉真的也蛮好。是的。那其实除了这以外，我觉得在图书馆其实也提供了很多创意的一种空间，比如说以生活创意来讲呀，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在生活的创意上呢，他们提供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服务呢？是。这个就是大家说，我们的图书馆好像百货公司一样，什么都有。对。像我们有创客空间，这个也是我们同仁跟馆长大家非常的重要的巧思啊。他们到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参观之后，发现说这种 co-working space 其实在图书馆里面是可以被呈现的。对。所以在我们的创客空间里面，就有3D 的这个列表机，有雷射的雕刻机，有包括缝纫机，对呀，我看到有人很多的手作的工具在我们的空间都有，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透过学习，或是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来使用这些，也可以创造你自己的手作的创意在这里，对不对？所以那感觉真的蛮好。对。那其实说到手作，我想到其实图书馆也有一个提供所谓五感。好，我们讲眼耳鼻舌身意，对小朋友来讲一种五感教育，在地下室，哇，那个颜色很美耶！可不可以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五感空间？我觉得这五感空间真的是对家长、孩子都是非常重要。那里简直是天堂。从0岁教育开始，所以这个空间其实也可以提供给还不会走路的孩子都可以来。我了解。而且它强调的是色彩。触觉，对，我想这个是当时在设计，我们透过很多的幼教的这些专业的老师来提供很多的宝贵的意见，然后把它形塑出来，所以是一个非常安全、非常具有教育性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它不仅色彩很美，而且它整个空间提供一种无障碍感，但小朋友走到那里，其实家长是相对非常非常的放心的哈。所以我想这样子一个，不管从智慧的科技啦，或是我们讲说今天的各种的无感的学习啦，或是讲创意空间，其实图书馆提供我们的是说，你来这里可以发现更多的可能。那我觉得其实第一次来的很多朋友，对他这里头最感动一点是说，这里其实很美。那美的是有提供人文，美的是有提供其实除了人文之外的很多的美学了。那我想谈一谈，其实对整个图书馆来讲，我觉得最重要那个名人的4楼他所展演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有朋友来到这里就发现，我们这个图书馆为我们台南提供一个很好教育孩子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怎样把我们台南我们的祖辈父辈最精彩的东西。当地的文人，或者是一些画家，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告诉孩子。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牵着小孩手来到4楼，你就完全都知道了。所以我想特别谈一谈这个4楼的当时这个名人堂在设计的时候的发想是怎样的开始？是的，我们在大概4年前，对，开始了有所谓的纪念台南市这些重要的名人的作业要点之后，对，那其实陆陆续续，我们目前大概有7大类，
对，不管是建筑啦、艺术文化、是教育等等，对大概有7大类，包括对医疗、政治、宗教等等。那这7大类现在目前有217位已经是登录公告的名人。了解。那这个都是对这个城市相当有贡献的人。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要找一个地方做一个名人堂。对对。那在规划我们新总图的时候，就想到说啊，我们的新总图其实是做历史教育最好的一个场域。对。我们透过一个展示的方式，让大家去认识他。那如果你想要对这个名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图书馆有很多跟他们有关的资料，对，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找出来，去了解他们，甚至做研究。了解，所以不管是您可以找到他的图书，或者是人家去记录他的，甚至我看那个墙上有很多的老照片，也都一个一个都把它找回来。那我觉得蛮难得，是因为我们穿过那个名人墙，一个一个介绍之后，我觉得他又跟很多的科技去做一个结合。尤其我们在拍每一个名人墙里头的每一个人，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策展的概念是透过对这个人他最美的了解的画像存在他的脑海里头，把它原图重现。其实听说他是自己亲自手画，是不是？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图，很多动画都是经过插画家、设计师对这个人的了解之后，去把他的形象把它描绘出来。对，我觉得这不容易，是因为你要读完它，没错，你才能画他一幅画。但这幅画对我们的孩子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可能想象中的赖和想象中的这个沈光文，或者想象中的沈都不小。但是好幸运的，沈光文在我们台南了，所以我们台南就把沈光文给画出来，所以小孩就可以走进那房进入一个时间之墙，就对。我有看到那里特别也有台南的当地的作家嘛，哈，所以就说不管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作家，都一并收集在我们的4楼的这个属于台南的作家区里面，是不是？对。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有一棵树。那我看那个树的旁边哈，有好多个什么这个老街巷啊、台南公园啊。那这棵树的意义是？那棵树是刺桐花，对，台南的刺桐花，刺桐花开花了。过去希腊雅公桂林，而且依刺桐花开花那个时间做季春点，对。那因为台南是一个文学的重镇。所以不管是盐混地带文学，或是府城的文学，其实在台湾的文学史上都非常的重要。是，所以我们在图书馆里面就有一个作家作品集，来介绍台南的这些作家，让大家认识台南的作家，同时也用展览的方式来吸引大家的注目，而不是传统的这种陈列的方式。对啊，我就看到不管是嘉里地区啊，然后这个我们讲说善化地区啊，它盐分地带还设了一个专柜哈，用这些南 K 文的掐的那个招牌，然后就让我们停留在盐分的文学里头。所以其实进到这里就真的很有人文的感觉。然后呢，4楼最美妙就是又闻到了非常好闻的咖啡味。我们是不是引进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书店进到我们这里为我们做服务呢？是。我们特别邀请了台南很知名的这个书店，独立书店乌邦图哈。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乌邦图这句话是非洲来的一个。对，他看到那个老板看到那个书上介绍那个一个对，所以说那是一个分享，就是希望你一起来分享的感觉。对，我想公共图书馆本身就是一种分享，知识也是一种分享。对，我觉得就好像大家非常的契合。对，我觉得是很相挺的。这乌邦图是真的相挺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应该是全国第一家图书馆里面有书店的。对啊，而且正好那个位置很美啊，我觉得正好是一个带状。那乌邦图呢，在它不管是它原来的书店跟这里，它都设计一条河流的感觉。我觉得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头，书就是一个最美的一个原件，而这些原件都可以展演在我们图书馆的空间。我还特别注意到我们图书馆还有一个蛙剧场哈，那这个是也很特别。当时是希望也可以把一些节目带进来嘛。是，阅读的形式非常多种，不只是书本的阅读，影像也是一种阅读，甚至表演也是一种阅读形式。所以我们特别在我们的图书馆的6楼，有一个蛙剧场，那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一种演出的形式，
带给大家不同的阅读的那种乐趣。对，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特别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剧场。哦，那好像听说未来图书馆也会有讲堂哦，比如像时光讲堂，那它将会有哪些我们想象中的讲座会出现呢？时光讲堂未来里面的讲座是非常的多元性的，对，那不管是饮食文化，对，不管是文学、艺术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时光讲堂邀请很多的这些作家名人来跟所有的民众来做一些分享。所以它会是一个很好的知识分享、生活分享的一个讲堂，就对了。是的。其实我想呢，在整个图书馆整个这样子建的过程里头，正好我们傣南爱塔谁团队呢，今年真的也进来跟图书馆做了合作。我们也只能这样讲，说我们团队看到图书馆同时在建造的过程里头，其实馆方呢，不管是馆长啊，或者是我们许多的馆方的人员，真的非常的用心用力，才让我们今天能有这么样的一个那么好的图书馆做呈现。其实对我们来说哈，走到这个图书馆的感觉是真的也很感动啦。当然，我相信馆长这样子努力，然后呢，团员这样的努力，然后加上我们的局长这样的努力，大家对他都是有期许的。那我们想问一问局长，您对这个图书馆未来的期许是什么？对这个图书馆未来的期许，当然有很多。我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希望这样子的空间，这样子的功能性，能够吸引大家走进我们的图书馆，进而爱上图书馆，然后在这个图书馆里面享受它所有的这些功能性的设施。我想这是第一个。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其实它真的是一个所谓的知识的宝库。对。里面的藏书非常的丰富。对。所以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善用这样子的一个图书。了解。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说它能够与时俱进。对，也就是说符合现在的潮流来走。之前的规划是如此，那未来我相信我们里面的功能设备也会不断的去更新，去满足大家对于图书馆的一个需求所在。所以我希望说，现在既有的这些空间，大家都能够充分去运用它。那另外就是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的，我们有很多的讨论空间，是提供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去使用的。对。那我很想看到随时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些讨论室里面，大家的尽情去讨论那我相信这样子的空间跟我们当时所期待所发生的事情就太美好了，可以创造一种很好的人文氛围哈。是的。其实我要说的是，真的局长啊，还有我觉得许多为图书馆努力的这些人，那我们真的看到了，然后也很感动。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很相挺。比如说我们今年呢，傣南爱塔车呢，我们也做了16期主题的推荐书。那我们甚至呢，也为了要祝贺我们这个图书馆落成，我们也把这个主题的推荐书做成一本书。到时候呢，我们会送给我们的图书馆，也希望大家呢，常常来这里做客的时候呢，也可以翻一翻哪些名人推荐哪些好书，你绝对可以在图书馆里面找得到，对不对？所以最后我想请我们的局长跟我们的市民呢，用一句话来邀请，希望他们可以常常来这个美丽的图书馆。我希望大家把图书馆当作是您的客厅。那当朋友找不到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正在来新图的路途当中。”我不在家。邀请他们直接到我们的图书馆来见面。对，就是要应验那句话：“我不在家就在图书馆，我不在图书馆就往图书馆的路上。”谢谢我们的局长今天给我们做这样的达人介绍。书的阅读一直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伴侣。台湾先哲蒋渭水先生曾经说：“要救台湾，最好的良药就是教育，教育，最大量的教育。阅读是一切的可能。作为城市里最大知识资讯的载体，图书馆扮演着阅读的中流砥柱的角色。我们有了这个美轮美奂的图书馆，可以让喜欢阅读的朋友来这里游烟、喜烟、修烟、尝烟，享受知识的曼妙，而且让您身心一切具足。我们的图书馆就是城市最美的风景。莫负平生志，书中日月长。唯有透过图书及阅读，我们才能够立足台南，
胸怀世界，掌握当下，创造未来。《诗经》曾经这样写：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一袭青衫，走过岁月；一手书卷，穿越古今。如果你能觅得一个让人低回流连的书窝，来这里阅读文化，阅读文明，更阅读一切的生命，那就是人生最恩宠的优胜美地了。10年树木，100年树人，文化与知识奠基100年。我们仅以这次的专辑的制作，庆贺台南新图书馆迈向100年的崭新里程碑。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